大家好，我係 Adora，我會教大家點樣用有機染髮，等我陪大家聲音導航啦。首先，我會用4.5號深棕紅色去做示範，生出嚟嘅頭髮顏色唔均勻，仲有好多白頭髮，唔使擔心，我有辦法。首先，我哋嘅染髮產品係全天然有機製造，唔會令你頭皮痕癢、紅腫唔舒服。第一支係染髮膏，第二支係氧化劑，第三包就係鎖式洗頭水，仲有一包手套同埋最重要嘅係護髮精華。我建議你哋呢用一把染髮梳同埋有個塑膠兜，先披一條披肩，咁就可以避免染到啲衫。將盒內嘅手套戴上，打開第二支氧化劑樽。然之後將第一支染髮膏擠入樽內係全部啊，然之後扭緊好個蓋，大力啲要搖勻。首先呢，就將髮際線嘅位置呢梳起先，然之後就加啲染髮劑上去，再用染髮梳梳下，等佢均勻啲。之後好似跟住條片咁樣，不斷重複搽上去。要用翻張染髮梳將個頭髮分邊，喺個側邊位置加啲染髮劑上去，再紗勻佢。記住啊，要重複做，要令到個頭髮沾滿。第三步驟就係最難嘅髮尾，攞啲染髮劑擠出嚟擺喺隻手度，然後均勻搽喺髮尾。記得，一定要不斷重複做呢個動作。而家咧就係等待時間，咁要睇翻你有幾多白頭髮。如果白頭髮好多，咁我建議你45分鐘啦。首先用清水過乾淨啲染髮劑，洗乾淨就用鎖式洗頭水去做清潔。最後咧就用我哋嘅王牌修護精華去修護護理嘅頭髮。記住啊，一支精華素要用1:1份量嘅水溝勻，要不停搞到佢變咗乳白色，咁你就可以搽落個頭度。用完精華素洗乾淨之後就完成啦。你睇下染之前真係好多白頭髮啊，染完之後冇晒白頭髮，仲修復埋之前嘅受損頭髮添。你睇真係唔同晒。